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3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最近台湾的股市是拉真济，昨晚已经拉破14000点了，今年的指数拉超过2.5%。国安基金昨宣布讲要来进场护盘了，这嘛是国安基金史上第8届的护盘，是头一届伫股市超过1万点来启动护盘。盘面一片青片片，台股表现无好，受拜以美国动盘影响，导致台北股市开价降低，盘中落超过400点，收盘动盘389.91点，以13950点62点作收，失守14000大关。富国新山台积电最后是落12.5块，来到449.5块。美国即将要公布6月份的 CPI， 这个有关于 FED 这个月底它调升利率的一个幅度以及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大家也担心这个电子产业的一个市况所以卖压的一个部分就提前在今天涌现出来。台股今年个金马指数已经回关点，一路帮15%，八一才决定暂时无要进场护盘的国安基金，昨尾暗暝搁开临时会指出，台股基本面虽然稳健，不过国际政经情势无确定因素依然真多，而且台股为俄乌战争以来，内互都是主要市场上惨。委员会讨论强行请回已经符合国安基金条例进场条件，决议为今日开始进场护盘，这是国安基金第一摆伫大盘万点之上就启动护盘。国安基金为2000年成立以来，已经受款7摆进场护盘。第一摆进场是2000年政党轮替，了后同年10月，网络水泡化甲以巴冲突、核试停电等真侪利空，搁再度进场。最近一摆护盘是2年前3月新冠肺炎爆发，加上这一摆国安基金已经是8摆进场护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1块的台票会当换到4块内的票哦，日票的汇率已经突破0.22了，嘛是1997年5月份以来新低点。财经专家是建议讲，有想要换日票的民众会当开始豆买咯。日系食品行伫平日下昼有不少人去买物件，台湾也袂当做团去日本，不过随着日票继续落盘，下一组已经换几摆的日票啊。之前就有累积一些了，然后最近因为他们有最低点，所以他们是说有在买啦。再继续向下探，会不会考虑换一点点这样子？如果有那个经济能力的话，会吧。日票对新台票交叉汇率22来讲0.2179，是1997年5月以来新低点，财经专家分析，日票走势反映政权国较稳定，市场风险下降。伫美金继续加强下降大，日票相对半期趋势有希望继续。那以旅游需求来看，会当继续分配换汇。美元会持续走强，那在日元走势上面就会相对弱势了，跌破0.22。就可以换一些，那未来甚至有机会能够跌破0.21，也可以再换一些。学者分析，从七色新闻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过去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甲货币宽松政策，虽然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捌表示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不过也主张提悬薪水，解决国内贫富差距。那日票继续变大，也不利经济复苏。接下来未来3年都不会有选举，相对来讲，日本的政治会比较稳定，所以岸田呢，他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来去处理在经济上的一个问题。根据路透社报道，岸田团队有意调财政甲货币政策正常化发展，和安倍经济学渐渐退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过道特别变天咯，受到南方云系影响，水气会增加，东南部佮恒春半岛的雨水会较济哦。其他所在过道卖落雨，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各地拢是好天小热的天气。也毋过过道受到南方云系往北边移动的影响，这方面的东南部佮恒春半岛会落雨，西半部佮有山区嘛有可能会下大雨。伫温度方面哦，今仔温度上悬大约是33度到35度。气象局早起嘛针对花莲、宜兰、屏东发布高温警示，高温的警示哦，温度是会超过36度，其中花莲创国中昼可能会到38度。民众出门都爱注意早日，嘛爱加啉一寡水。气象局嘛提醒讲，这2天去拄到年度的暖流，沿海地区都爱特别注意海水倒灌、饮水的问题。再来看西欧有真侪国家哦，拢发布着高温的警报。葡萄牙是预告今仔温度可能会超过45度。西班牙伫即礼拜哦，佮捌出现47度的高温。
这两个国家拢各有火烧山。另外，英国有38.7度的高温，天气是当愈来愈热。这个看火势情形，一阵大风吹过来，火烧的方向常常改变。就伫气象预报，热冬至少继续到10月，葡萄牙、西班牙野火也在烧。葡萄牙可能创新高温纪录，阿联特鲁大区13、14两天温度可能46度。根据资料，离首都里斯本差不多65公里的圣塔伦，14可能出现48度的高温。Portanto, esta massa de ar é muito quente e seca, portanto, vai resultar numa subida das temperaturas, portanto vamos ter temperaturas muito elevadas. Portanto, o recorde absoluto para Portugal está ligeiramente acima dos 47 graus na Amareleja. 西班牙伫6月中经过一礼拜热冬，即马阁面临第2波的威胁。西北部都市奥伦塞奇亚路度点显示47度。西班牙气象局预测热冬至少会继续到这个9月。南部都市哥多华、塞维亚可能有42度的高温。Bueno, pues se lleva como se puede. Como viene, hay que estar animados y. 就在经过史上第2温暖6月了后，西欧面临今年热天第2波危险的高温，而且好像就无转回现象，真侪个高温纪录可能伫这礼拜创新。英国因为9月前后，英格兰威尔士大部分地区要出现高温升到17，发布罕见的普遍性极端高温警戒。It's not normal, but what we see is from year to year that the temperatures will be higher. Therefore, we should accept it and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gainst them. 当局阁示警，这礼拜气温会继续升悬，英国上高温是38.7度，这个9月可能会阁刷新。公司新闻黄文玲评论。再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台铁的车票27档来唔捌起价，台铁最近做票价的改善研究，以3%到5%报酬率来计算，台铁的车票应该是会当起1倍以上哦。也毋过小机会是指出讲，即马通货膨胀的压力真大，唔是起价的时机。台铁嘛强调讲，还未做最后的定案。再来看联合报哦，台北市第1、第2殡仪馆有来基层的员工的处理遗体，向殡葬业者收1000块到2000块的红包。有些业者承认讲因有误洗。台北地检署昨午嘛甲员工甲业者计共13人全部拢起诉。再来看自由时报。分科测验昨结束，补习班的老师分析讲，一类组的科系，每一间学校因为采集的科目甲加权的变化拢无同，所以因为是新制度，所以就出的分数是真歹预估。也毋过2、3类组大概是有标准哦。今年的台医学系至少按288积分。再来看咱国内哦，昨增加31152个本土病例，92例中重症，有60个人死亡，死亡的人数是5月25以来上少的一天。另外，疾管署嘛公布讲，国内第2例高资带病入境的病例，是一个北部30多岁的台湾查甫人哦，伊对美国返来到台湾，目前是伫病院隔离的治疗。新冠本土疫情12礼拜2新增加31152例本土病例，全台湾敢若新北市、台中市病例数超过4000多例，中重症有92例，是今年5月28了后头一遍100例以下，死亡有60例，也创下49天以来的新低。大概是比上礼拜2降了13.3% 哦。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有整体的趋势，还是有在趋缓。死亡个案当中，上少年的是一个30多岁男性，无慢性病史，也无做过疫苗。6月30因为腹肚痛正喘送急诊 ，PCR 阳性确诊，检查发现伊的心脏肝脏真侪器官无正常，而且常常心跳停止。经过抢救了后，也是伫7月初9不幸死亡。虽然说他没有已知的慢性病史，不过在医院当中的检查是可能认为说可能还是有潜在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史哦，只是说过去并没有检查出来。另外 ，AZ 药厂进前宣布成功研发全球头一款新冠预防性注射药物，讲会当降低感染风险达到80%，对于 BA.4、BA.5 完有保护效果，而且已经得到英国、美国甲欧盟真侪国家的授权，是中和抗体渐济，甲即马新冠疫苗病毒都无共。会当优先用伫预防免疫功能较差的人。对哪些人可以使用这个药呢？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有免疫缺损的人或者是你在服用抗免疫制剂的人你打了疫苗以后，你的抗体还是出不来。
那你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对这件代志，指挥中心回应表示，台湾相关族群已经开始做对家社，若是有需要，会各向 AZ 定位。若是预定2月开始做的幼儿莫德纳疫苗，提醒父母注意。专家建议6个月至5岁的幼儿疫苗爱做2剂，辉瑞4岁以下 BNT 疫苗爱做3剂。辉瑞幼儿疫苗到货时间目前也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6千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63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拢总是增加31297例，目前是超过413万例咯。日本是超过982万例，韩国嘛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哦。美国已经超过90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200万例。伫欧洲迄边哦，英国嘛超过22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3200万例咯。再来看斯里兰卡的总统甲总理因为国家破产失职落台。上新的消息是，斯里兰卡的总统透早已经坐军机流亡到马尔地夫，国会按算20的投票选出新总统。抗议民众继续伫总统府外口示威，大声喊爱总统甲总理随落台。经济崩盘的斯里兰卡拜六出现戏剧性的发展，伫民众占领总统甲总理的官舍了后，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统要伫13宣布请辞。同意请辞的总理是礼拜一透过录影表示，新政府成立进前，伊将会依法留任看守总理。ආණ්ඩුවක් වැඩ කරන්න ඕනේ නීතිය අනුව. ඒ වගේම අපි ව්‍යවස්ථාවේ දායක අනුව ක්‍රියා කරන ව්‍යවස්ථාවෙන් පිට අපි ක්‍රියා කරන්නට යන්නේ නැහැ.斯里兰卡关帝党虽然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但目前对总统甲总理人选依然超未好势。国会议长讲，国会有计15重新开会，20投票选出新总统。伫经济困难、政治不安的情况之下，真正受苦的是老百姓。克伦坡的餐厅虽然照常营业，但无假事，只会当改用茶火做简单的料理。都亲像回去到古早的年代。अब ये लकड़ी में बनाएगा, गैस नहीं है इधर से, गैस 15 दिन हो गया, आएगा बोले 1 दिन में नहीं आया。斯里兰卡因为疫情，双等观光甲外汇收入加上政府贪腐无能，实施化肥禁令，造成农粮欠收，促使通膨恶化，造成目前欠真侪钱，人民真艰苦，需要向附近的中国甲印度产。IMF 救援，顶个月这个岛国的通膨来到54.6%，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升到70%。伫会当看到将来，人民就爱缩案扩大。联合国呼吁斯里兰卡各党派透过对话和平，完成转移政权，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英国保守党10月公布讲，会伫9月初5选出党主席，嘛是新首相的人选哦。目前是有11个人的竞争。前财政大臣苏纳克、贸易政策国务大臣摩丹特、各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这3个人已经通过初选了。负责筹办党魁选举的1922委员会执行委员11下晡开会讨论选举规则。会后主席布雷迪甲媒体讲，为了赶伫7月21国会暑期休会前结束国会内部的投票，报名听诉的截止日期会定伫12下晡6点。得到20个国会议员支持的参选人会当成为13第1轮投票的候选人，尾2轮投票采淘汰制。最后胜利的2个候选人会伫7月21交由全党16万的党员投票决定，由谁来担任党魁，伊就是新任首长的人选。结果一定9月初5就会当知影。I would hope that we will do relatively quickly. We will have the first 2 ballots this week, and then begin ballots next week, probably on Monday. And it may be that we reach the final 2 at that point. 目前为止，保守党内有11个人表明要选党魁，不过已经将压至少20个议员支持的，敢若3个，分别是前财政大臣苏纳克、贸易政策国务大臣摩丹特，也甲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过去2年疫情期间，无少一切代价救经济，互真侪人介意的印度的苏纳克，也是上互赌盘看好的人选。过来是摩丹特，上热门的政见是减税，差不多所有参选人拢承诺会大幅度减税，来应应高通货膨胀的危机，通互党数支持。No Conservative should offer unfunded tax cuts.
And I think no Conservative should raise taxes either. What you need are smart tax cuts that will grow the economy. 特别下任的首相强森10月伫伦敦参观一间成分医学研究中心，互记者问起是毋是有互党内反背感觉。I don't want to say any more about it, all that. There's a contest underway, and that must happen. And I wouldn't want to damage anybody's chances by offering my support.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以南太平洋岛国为主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今年是伫斐济举行。吉里巴斯伫会议进前就决定讲，因今年无要参加。马绍尔群岛嘛宣布讲未退出。有会员国是认为是中国的使人，目的是要对抗美国的势力。伫斐济召开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国峰会，各国来参加的总统、总理或者是外交部长，看落是拢笑笑啊。毋过大家心内毋知咧搭啥物算盘。论坛原本有18个正式会员，加上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等10个观察员，美中等等19个对话谈判，也若台湾是唯一一个发展谈判。包括吉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甲诺鲁4国，去年就咧闹讲要退出论坛组织，来抗议因推荐秘书长的人选无得到各国的认同，所以吉里巴斯伫今年决定袂参加国峰会。马绍尔嘛伫国会正式通过退出组织。现任秘书长普纳伫致辞的时阵强调讲，爱认真来面对的是新冠病毒的疫情，也佮有气候变迁对太平洋岛国的威胁。These realities are complicated by a dynamic and shifting geopolitical landscape that we have no option but to engage with. 不过，嘛有会员国的代表讲，都是北京当局伫西岸部以论坛来加做对抗美国的战场。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ug of war t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between China and US. And I think that the general theme of many of the interventions from the members is that the Pacific really needs to define their future themselves and the terms on which we will engage China, US, and some of the bigger Western countries. 针对部分国家的批评，北京强调讲这是无影无食的代志。也若要安怎甲太平洋各岛国来互动，中共会伫会议了后发表书面的声明。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变种病毒 BA.5伫欧美国家是拖了真紧哦。美国已经买1亿多吨的 BNT 新配方的疫苗，按算10月就当开始做咯。全球嘛已经有63个国家通报讲有高主的病例哦。世界卫生组织会伫后礼拜开会来评估，敢要甲伊列做国际公卫紧急事件。再来看南太平洋智利的霍瓦泽岛发生规模6点9的大地震，深度只有33公里哦，是摇得真厉害。目前哦，加载无传出讲有人受伤。咱再来看咱国军家己设计制造的畅水艦，按说明年的9月份会当落水。2000多吨的畅水艦哦，性能是比海军现在减量级的畅水艦进步大约8吨到10吨哦。国防部嘛表示，目前拢有依照规划的进度在进行。各座舰舰赶进度，头一只完成舰预算达到493亿，也毋过建造过程真破热。顶日部署朝韩国争议，也毋过台船用行动破除要件，互舰舰各座慢慢进入稳定期。顶日完成难度较悬的6个船团压力较庞大，就连鱼雷发射孔的开孔甲加工作业，拢比规划时阵更较精准。即马就传出明年9月邀请总统蔡英文主持落水典礼，2025年底交付海军256舰队接受测评，确保全案顺利的遂行，也是国防部重点的工作。目前潜舰国造的工作由台船依照合约的规范来办理，那么整个计划也完全依照计划的节点来实施。另外，关键的鱼雷先进成立定安库装备，加上战斗系统，预计明年第一季高温来台会陆续安装，并9月完成。专栏方壳多装作业，万向舰搭载验证电力，会当伫水面下将航100点钟甲咱国即马的舰舰性能比，各座舰舰比建量期进步8至12年，作战能力真好，会当一摆配备18粒美国製的重型鱼雷，反制强军水面舰、水下舰舰。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东南势无人岛小人势，昨暗头6点外熊熊火烧哦，因为离南势本岛阁真远，所以消防队是无法度去救援，先监控哦，加载火伫昨暗8点外就家己发起。南势的民众是翕到画面，会当看到小南势有红色火光哦，火是烧了真美。南势消防分队接到报案，就随派人去岸边来监控哦，加载火后来家己发起。小南势是一座火山无人岛哦，那是空军训练的基地。后来因为惊讲会去影响到民众掠鱼，所以就停止训练。消防队是表示哦，因为南势民众会去小南势烧草啊，和羊啊哦有通食，佮发出来的幼草啊，这嘛可能甲起火原因有关系。民进党定调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在野党讲伊是老炮部长，陈时中是讲哦，政务官是自由业，这款讲法嘛有人批评。嘛要参选的副市长黄珊珊就讲，政务官是责任制。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拢还未宣布讲，伊敢要竞选连任，伊昨嘛讲哦，一切配合中央的规划。今天大家都来，最主要是因为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主持部庆。最后一届以部长身份主持部庆，卫福部长陈时中加前副总统陈建仁做伙出席颁奖典礼。大家两个人有讲有笑，陈时中也头一届讲，伊当伫做毕业的准备。面对在野党质疑是老炮的部长，陈时中反驳讲，伊家己是政务官，是自由业，引起众人批评。台北市长郭文哲直接讲，和气甲无想要讲话。怎么说呢？那我只能说，请柯市长息怒吧，哈。事实上是在做毕业的准备嘛。自由业也不是不负，就是可以随便自由。这个关系很不自由，因为他要负很大的责任。民进党双北人选公布，台北市陈时中、新北林佳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透早前往基隆，甲拿赢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话讲要甲台北市长参选人周万安、侯友宜同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双北基隆桃园连线合作拍选战，外界解套拿赢会确定提名侯友宜并连任。至于有关党的相关的规划，我都会配合。林佳龙加油！加油！蔡总统他有特别说服我的3点：第一点，我的民调最高；第二点，我最能够团结党内；第3点，我最能够打赢对手。林佳龙强调，战场伫倒，人就伫倒。不过头一场伫板桥参加活动致辞的时阵，却无细字讲台北市需要的是一个会当看冷血治理的市长，讲唔到也变做意外讨论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甲台中市的选战哦，新竹市是出现三卡都的局面，台中市长罗秀燕嘛要拼连任，民进党是推派蔡其昌哦，虽然目前伊的民调是落后，也毋过总统蔡英文昨嘛伫蔡其昌的新册发表会帮伊徛台。这是我看过他拍的最好看的一张，因为看不到他的眼睛。受邀为蔡其昌推荐新册，总统蔡英文也希望伊伫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有好成绩。虽然目前伊的民调落后现任市长罗秀燕，也毋过蔡其昌有信心会落起来。民调就是高高低低嘛，稳健就好了。民众的关注度会从疫情回到选情，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努力冲刺，那期待黄金交叉的出现。另外，台中南屯文山区人口增加快速，有新增各种需求，也毋过即马有定地无达到各种适校面积补助基准。蔡其昌建议先设分校，搁向中央争取，也毋过罗秀燕无共看法。在伫以市长时份决定直接独立设校，请求中央那就是同意我们就是以专责的学校来设立，并且给予补助，会再继续寻求中央以及立法委员的支持跟协助。新竹市长选战部分，国防安确定代表民众党参选第2天就到香山副选议员选举。民进党的前副市长沈惠宏也甲多位议员参选人参加活动，共同造势。国民党6个议员的陈建仁也甲党籍议员参选人翕选举相片，3个人拢开始家母带家囝。即马三家都的局面也互各界关注未来敢是出现气泡效应。新竹市民自主性非常的高，不会被随便就被操弄。我会持续加油，争取市民认同。分不分票以及大家的竞争的起伏，
选择的人是新竹市民，我要得到的也是新竹市民对我的肯定。新竹市的选民应该都还算比较程度比较高啦，就素质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想，如果是要有人要刻意去操作所谓的弃保，我想选民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操作。三项拢有信心袂放弃保，也清楚这场选战才拄开始，拢强调会推出政策牛肉，争取选民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万安45号演习结合汉光演习，伫7月25到28分区演练，伫台北、台中、台南会选节里头一届来试办停车民众所开的演练，车顶的驾驶佮有乘客拢爱落车去避难。滴滴车已经成功将受困于顶楼的旅客成功救下。消防人员出动分推车，顺利救出楼尾顶的旅客。针对受伤民众，现场启动大量伤患应变机制，调派医护人员互因治疗。台北市政府12展开111年灾害防救演习，考量疫情，锁定防疫旅馆演练会在处理，佮安排防疫巴士后送检疫旅客。演习分组旱灾、辐射灾害，采取半预警方式实施，考验救灾团队应变处理能力，亲像放射性物质灾害抢救，也加旱灾所引起的欠水问题。台北市12行政区防灾公园会开设紧急储水站。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透过实际情境检验救灾流程是不是会使。面对各项灾害，还是要做系统性的演练。这样才能够让台北市更安全。今年万安45号演习要结合汉光演习，采用预警方式，第25至28分区实施。民众唔来收到飞弹空袭警报的简讯。特地做的是这届为台北、台中、台南各选一个里，头一遍试办车停人就近疏散。警政署是讲，全国拢总有105000多位防空场所，纳入警政服务 App 多元管道提供查询。验证车顶仍疏散之避难作为，以符合战时的一个情况。未来将依今年的执行成效，逐年扩大办理。在手机的开启定位的环境之下，只要按下或者是点下网址，就能够自动定位，带出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若是月底要举行的汉光演习，这个主要是伫咧北台湾，模拟强军武装直升机、战轰机攻击台北港，国军展开防空加守卫中央的演练，进行反登陆、反斩首作战。另外，海巡署600吨级巡航舰、成功舰已经进驻海军所有基地，有希望伫汉光演习期间挂载向日飞弹加入演练，验证平常时甲战争时阵的转换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真侪民众也是学生，拢爱伫厝上班上课。屏东慢慢乡的图书馆就传18台平板电脑来提供民众使用，会当免费接登去处理14天。拢总18台新型的平板电脑摆伫桌顶，拢是屏东县万万图书馆提供的设备。若准民众的户口伫万万，只要查身份证去图书馆申请，就会当免费借平板电脑14天。那之前有30台笔电，因为有10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有点老旧，因此今年就全数报废。那么我们的乡长就指示说，我们可以盘点我们馆内的一些设施，的结果是有18台的平板电脑是可以提供外借给吴乡亲。万万图书馆为2010年开始，就有咧互人借电脑，总是到达10年外，设备拢伤旧啊。不过这2年因为疫情，真侪民众爱踮厝上班上课，厝内煞无电脑。这阵乡里全新的平板电脑互人借，民众拢真愕乐。因为我们家电脑刚好坏掉，这蛮大台的，好像更适合小朋友线上上课这样子。就图书馆办了很多活动，来借书又可以借到平板。新冠疫情改变人的生活模式，真侪交流对话就如我靠电子产品才有法度完成。若准处理无网络的民众嘛，唔免烦恼。图书馆内底甲所有机会中心拢有电脑，会当互民众伫现场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记录屏东潮州在地日本时代的历史，公司甲民间的飞行博物馆合作规划烽火潮州的展览透过军机要来了解当时的战争甲时代的故事，咱做伙来看卖。画面上看到各种的军机，无共机型甲功能，分别代表无共时代历史背景，有中日战争的，嘛有太平洋战争的，搁有记录台湾航空史安怎对胖实仔战机演变到喷射战机。透过这上新激动的展览，弄详细介绍。其实潮州这个，它在1930年代的时候，跟航空也是相当有关系的。在台湾建了64个机场，
那其中潮州飞行场就是在潮州这个地方。那潮州飞行场就是后来的散训基地，也就是跳伞场。这次的策展哈，我们除了从日据时代哈，从1895年到1945年日据时代统治下的台湾哈航空历史的一个演进，包含从中日战争，还有太平洋战争哈包含欧洲的战事战区，包含我们整个哈从螺旋桨战机演进到喷射战机一个历史过程。屏东的潮州公所这架特别车民间飞行梦工厂的专家来摆展，以1930年代航空故事做起头，刷接到现代化的喷射战机、国际大车饼。民众来参观，会当实际对铁片机器下骹软过，看到无同时空岁月的演进。就是看到各式各样不同型号的飞机，因为我们一般看那个新闻都知道飞机打仗，可是现在它的详细的记录每一个飞机的历史的年代的那些，就是它的机型讲得很详细，这个小朋友一定非常喜欢。这场铁石下的岁月，烽火潮州特展，按算会伫潮州日本历史建筑文化园区一路展到9月中，拢总3个月兼办讲座，甲地产的无人机场展演活动，欢迎全国乡亲随时来行打。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新竹县的豆仔埔溪，逐当只要天气上热，鱼仔就会冰冻死亡哦。县政府嘛按算要向中央来争取补助的经费，特地来解决问题。大量的鱼仔冰冻浮在水面，现场阁传出臭臭味。新竹县豆仔埔溪只要天气热欠水，溪水游泳量无够，常常就出现这款状况。县政府除了举办说明会，也找来公民团体做伙讨论要怎解决问题。其实这个水的状况一直是我们竹北乡亲跟民意代表一直都很重视的事情，循环再打回上游的这个部分。那希望这个功能也是可以确实来改善到这个水的这个段落这样。斗之补溪两岸的这一个里民包括14个里。的里民，我们都有做过很多的这个公民参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办了很多次的工作坊，那我们也邀请了当地的里民代表，还有乡亲，大家来参与提供意见。豆仔埔溪全长11.4公里，未来按算分期分段整治，除了规划农业区，佮串联步道甲脚踏车的车道，希望向中央争取2亿的建设经费。那后续我们可能除了治理以外，水质的部分，我们会针对整个水环境来做加强，包括灯光或者是清水步道等等。目前县政府已经完成工程报告，接下来就等中央补助，配合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按算要在2023年完成规划发包，解决这个长期造成居民困扰的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嘉义市，去年因为疫情许偌遮侪活动拢停办，今年疫情发展好，就恢复举办咯。最近就有囡仔真期待的一寡科学营队，咱做伙来看卖。囡仔真足听老师教的内容，这项参加的教材，要互囡仔哪算哪学电脑知识。这个教具可以让我比较了解线路大概要怎么装。足侪囡仔对于科学的这个学习的需求，拢非常的渴望。所以今年小可会当来办的时阮这个营队一个开，马上报名就满安尼。很多很有趣的东西，还有组装一些积木来做警报器，所以我就喜欢这样做。嘉义市逐当拢有科学168教育博览会，去年因为疫情暂停，今年暗算伫7月2来举办。学校嘛配合开hiệu热的科学课程，会当阁上科学的课，囡仔拢真欢喜。操控的时候很紧张，手会抖。孩子如果学习到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原理、科学原理，然后呢能够认识无人机，未来他也可以来思考一下，用无人机可以做什么。我想对于整个未来这个科学教育的一个推展。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关于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以及牛顿第三运动定律的一些事情，然后透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学到就是说这无人机它是怎么飞上去跟降下来的。学校表示，休热时间的科学课程，拢会配合科学168教育博览会的内容，
互囡仔会当哪算哪学科学知识。记者林慧莹家己报道。台湾食安眠药的人口大约有400万人。新光病院困眠中心的医师就表示讲最近2个月，大概有3成的病人是因为武汉肺炎的病尾造成困眠嘛出问题。鼻子这边前面会有2条，一条是侦测嘴巴呼吸，一条是侦测鼻子呼吸，所以才会很准确看出他这段呼吸是停止的。对头到脚拢挂检查线，侦测人困的全暂时无喘气的频率。现代人生活无正常，情绪压力大，大脑疲劳，加上交感神经受到伤侪刺激，全困无好。医生表示，最近疫情有较累，回诊的人明显增加。不过这2个月因为捌着过新冠肺炎，全好无力，半暝啊会打扫，心脏皮破菜、歹困的人来看病增加3成。普通来讲，阮会翕电光。看电光片有安那无？有讲另外就讲会抽血验一下，看讲伊有过敏无？抽血白血球也有关，阮就会治疗伊的肺炎。医生表示，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主要是抗风邪，会当改善过敏，困眠的品质也会当提升。不过，提起困眠障碍主要分做4种：歹困、困未入眠、困起来才起来、熬眠梦。准若1礼拜发生3届，持续超过3个月，安尼就是长期失眠。包括伤早起床，也算是失眠的一种。打个比方，如果说你今天本来是睡6小时，有些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就睡4到5个小时，他就醒过来。他醒过来之后，他好像就也睡饱了，好像就睡不太着。长久下来的话，还是会影响整个身体，包含心血管系统这些等等的问题。这样子。医生建议困的时阵，室内温度要控制在25度，减少光线刺激。要困之前，也要避免做伤过激烈的运动，莫食薰、啉酒。有长期失眠状况的人，就要经互医生看，较袂愈来愈无头神，大脑功能损害，也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记者阿敏真曾派文台北报道。顶礼拜，屏东红港大塞车，后民众是真怨叹哦。这条屏东到鹅銮鼻的公路，目前是做一项种树100公里的计划。昨就有立委甲环保团体批评讲，这个计划其实就是甲树撤掉，佮种新的，就爱开6亿哦。因认为公路总局应该要先暂停这个计划，重新评估。滨河公路往北的路段大塞车，这是顶礼拜出现的车流。叶落出来耍的人本地就多，民众嘛怨讲是当地时间害的。对于初一开始，公路总局的滨河公路种树100里2点控计划就动工。不过立委甲环保团体批评，规个计划先测树再搁种树112公里，就爱开6.8亿，实在伤浪费。其实本来就长得非常的好，大量的挖除既有的灌木，而且是数十万棵的灌木挖掉，然后再重新种灌木，种树100里，真实的真相其实就是毁树100里啊！计划其实根本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路上都绿油油一片。那恒春最想要的快速道路，政府不给，就把钱拿去浪费种在树上面。款团认为，这个工程无计划书、无生态评估，要求规个计划要全面检讨。目前不好的植栽灌木有老化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必须要进行相关的一个汰除或者是一个修缮的哈，是以一个补植或是一个检讨为原则方式来执行的，并不是一个全面汰除的一个工作。结论就是暂缓施工，只是口头讨论，没有实际的这个种植计划，不能说行政院交办你们就硬要做。滨河公路种树100里按算每年完工。公路总局表示，未来应会分段时间、假日就停工，避免造成塞车问题。记者邓亚文、赖伟做综合报道。林间国宝杨秀卿老师顶个月17过身，食到89岁，今仔伫家人办告别式。文化部长李永德嘛到现场致意，颁发褒扬令，感恩老师对念歌文化的坚持甲付出。现场详细的情形，咱连线互记者面真。是主播观众朋友，这阵记者人就伫咧家人市立殡仪馆怀温厅外口。今日呢是人间国宝杨秀卿老师的告别式，拄则呢真侪这个传统艺术界拢来现场致意，包括文化部长李永德也伫咧拄则到现场来颁发褒扬令，感念杨秀卿老师对念歌文化所做的贡献。
对啊，因为秀琴老师哈，咱拢叫伊阿嬷哈，伊一生哈对咱台湾的两歌哈，台语哈嘅推广哈是真大的贡献哈，所以今日代表总统哈来颁发褒扬令，感谢伊哈一生对台湾文化的贡献。是你拄则听到讲，即个对老师学个10多年的米饼笑念歌团的团长杜建志，伊是遮唔甘老师已经对合作去啊，唔过也请老师安心啊去，因为说落来传承念歌文化的重大，伊会继续来传承，继续甲打起来。即个杜建志也讲，其实伊捌望过老师，即摆已经无辛苦病痛，会当飞，会当行，安心啊对合作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文化部长李永德伫咧颁发保养令了后，又讲到会继续来用数位文化的方式，甲这口碑念歌的词，甲写落来，互少年人会当继续来传承这个台湾文化。以上是记者阿敏精神派文伫咧现场的连续报道。咱继续来看联合国11公布2022年全球的人口报告，预测世界总人口伫11月15会超过80亿人，印度有机会会超过中国，成做全世界人口上侪国家。On 15 November 2022, the world will mark an important milestone as the global population surpasses 8 billion people. 8 billion people. What a number. The historic moment calls for celebration. 联合国选伫世界人口日公布新版的全球人口展望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甲印度的人口拢已经超过14亿。不过，中国最近出生率持续降低，一定上紧到2023年，印度会超过中国，成为人口上侪的国家，是毋是会影响到两国的国力？值得后续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人口是呈现直线成长。过去70多年，全球人口增加到70亿，不过受到生育率降低影响，2020年全球人口成长率头一遍比1%较低，这是1950年代以来成长上慢的时期。全球有61国，未来30年的人口成长率会减少到至少1%，这是造成世界人口预测台出现向下修正的情况。The projected global population of 10.4 billion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s more than a half billion lower than what we projected 3 years ago. 报告也显示，一直到2050年，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成长数会集中伫非洲甲亚洲8个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以索比亚、菲律宾等。联合国也提醒，全球人口成长不平均，安尼会互各国好业散扯差愈侪，严重冲击民生医疗甲教育资源的分配。报告也指出，新冠疫情明显冲击过去2年的人口数据，全球平均寿命为2019年72.9岁降到剩71岁。人口成长变慢，这代表各国的高龄人口会相对增加。政府必须重视医疗甲长照社会福利政策的计划甲落实。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来看日本有一个74岁阿公哦，伊翕影片放伫网络顶头，教人画图。伊的 YouTube 有140万人追踪。咱做回来看这位日本的阿公梦清。翕影片，教人要安怎伫5分钟内画一张真水的树啊！伫个 YouTube 顶头，这个影片，互人看过的数字是627万解。伊就是日本即马真出名的 YouTuber， 叫做柴崎春通。柴崎春通今年已经74岁的柴崎おじさん，过去本来就是一位美术老师，一直伫教人画图。5年前，伊的后生鼓励伊翕影片，放伫个 YouTube 顶头。柴崎おじさん则开始用简单的手机甲麦克，将伊画图的过程翕落来，加做影片互大家看。柴崎おじさん经营的 YouTube 平台，毋若教人一寡画图的专业知识，分享伊画图的技术甲方法。伊嘛像抽奖共款，抽出支持伊的人寄予伊的画图作品，来分析这张图要安怎画才会更较好看。伫过去2冬 COVID-19 疫情期间，爱看伊的 YouTube 影片的订户，一时啊增加到140万人。真侪人讲，毋若是学画图，上主要是爱听柴崎おじさん講話的聲，互人感覺真溫暖。声が良くて、とにかく安心できるとか、ほっとするとか、なんか包み込まれるとか、そういう表現した方なんですね。
因为 YouTube 的影片会当转做英文的字幕，所以140万订户内底，唔那日本人，世界各国的人拢有。互查嘅おじさん感覺，那親像伫做民望。意外ですよ。だって僕の子供の頃はテレビもなかったんですもん。そんな時代から思うと、こんな時代来るとは想像だにできなかったです。虽然查嘅おじさん看起来笑眯眯，但事實上，伊嘅心臟已經捌動過6擺嘅手術。伊講，伊即馬年歲愈來愈大，目睭歹，手嘛袂穩，有法度繼續畫圖嘅時間，加過5年。伊希望會當留下更較濟嘅影片，互大家了解畫圖是偌爾啊趣味嘅代志。楽しんでもらえたかな？はい、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ね。はい、ありがとう。記者感恩編譯。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哦，今仔过道就会变天，受到南方云系影响，水汽会增加，东南部阁有恒春半岛的雨水会较济哦。其他所在过道卖落雨，这回来看今仔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日记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